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車路士啱啱嘅足總杯8強賽事入面，主場以7-0大勝英格嘅維爾港，成功躋身足總杯4強。呢場波雖然實力懸殊，車路士更加喺比賽1分鐘就領先對手，為大勝揭開序幕。咁但係其實當中都有唔少細節值得關注。咁到底呢場大勝係純粹對手太弱，定還是羅斯尼亞揾到解決進攻方嘅弱方呢？咁我哋而家就即刻一齊探討一下啦。首先，車路士今場波雖然只係面對住排英格榜尾嘅維爾港，咁但係都派出咗大部分嘅正選球員，除咗安素內部停賽、卡斯道同埋古利亞休息之外，基本上都係全主力出擊。最值得留意呢，就係艾斯特華奧傷愈復出之後重返正選，同帕杜尼圖雙翼齊飛，而加拿祖呢就先列後備。至於爬馬呢，就首次帶上隊長臂章，負責支援最前點嘅祖奧帕杜。呢一個部署呢，都顯示得出羅斯尼亞係想用一場大勝去振奮球隊嘅軍心。而維爾港方面，作客嚟到史丹福橋，都排出翻佢哋最熟悉嘅5-4-1陣式。佢哋目標好明確，希望先做好防守，然後再睇下有冇機會偷雞喺車路士身上取得入球。誰不知車路士只係用咗1分鐘嘅時間，就令到作客嚟到倫敦嘅維爾港呢夢想幻滅。客台喺第一次嘅角球攻勢入面，把握到門前混戰，偷雞成功。呢位荷蘭年輕球員近期嘅表現越嚟越穩定，隨住上陣時間增加，令到佢嘅自信心都越嚟越好，射入咗佢今屆足總杯嘅第2個入球。而睇翻呢一個角球嘅出現，亦都係嚟自維爾港喺中前場嘅猜波失誤。車路士就利用到對方轉攻為守時候留低嘅空間，去打一個反擊，然後再憑住古斯道喺右路 overlap 傳中搏到角球。咁所以考慮到維爾港球員嘅質素，呢一球波就可以顯示到兩隊波嘅分野。維爾港只係一次前場嘅組織失誤，就令到車路士可以領先1球。而咁早階段能夠領先對手，對於車路士嚟講就真係輕鬆好多。因為排出5-4-1嘅維爾港就最怕咁早失波，一旦佢哋嘅防線被逼褪出嚟，車路士嘅空間就會大咗好多。咁不過講到破密集方面，羅斯尼亞今場波都總算排出一個幾合理嘅進攻方式。build up 嗰陣就會繼續用3-2-4-1嘅方式，將科芬拿、亞迪拿拜奧、客圖留喺後面，拉維亞同埋山道士就會形成雙人防中，而古斯道就會喺右閘嘅位置移入去右中場中，然後爬馬就會喺中間策動攻勢，艾斯特華奧同埋帕杜尼圖就會分別喺左右邊拉到最闊嘅位置。呢一點都係破大巴嘅關鍵。喺維爾港嘅5-4-1底下，佢哋兩隻翼衛哥登以及加比爾分別會對應住車路士嘅兩隻翼鋒，喺防守時候嘅闊度都會拉開。而由於車路士今場兩隻翼鋒都貼近住邊線嘅位置，當維爾港兩隻翼衛殺出去對住車路士邊路球員嘅時候，身後就自然會有空間出現咗。呢個時候，作為內收右閘嘅古斯道就可以不斷插入 half space 嘅空間，嘗試去製造傳中球。變相維爾港嘅左中堅岡拿荷爾就需要殺出去補位，以防古斯道可以輕鬆出波。但咁樣做亦都會令到中間有多啲空間俾車路士嘅球員去插入禁區，把握一啲門前機會。就正如車路士入嘅第2球波，山道士接應拉維亞傳送之後，把握到左中堅荷爾以及左翼衛哥登之間嘅空間，令到佢可以第一時間將個波投入去 half space 位置，然後帕杜尼圖就將個波傳入去俾中間嘅祖奧帕杜。當然，如果對方嘅左翼衛哥登處理得好少少的話，呢球波係未必需要失嘅。不過呢一個組織嘅過程都係有參考價值，同時亦都反映得出有翻2個正中翼鋒對於球隊破密集方面嘅重要性。兩翼拉開，閘位內收，中前場球員後上插入，呢一啲都係車路士近2個球季一直做緊嘅嘢，係馬里斯卡遺留落嚟嘅組織方式。我哋可以見到一班球員對於呢種組織方式都比較熟悉，喺運作上都比較得心應手。而我亦都想特別講下古斯道，今場波佢嘅表現係 sharp 嘅。當車路士將個波叉去右手邊嘅時候，古斯道一定會做一啲無球走動去幫助隊友，不論係 overlap 同埋 underlap 都會有佢嘅出現。就例如係第3個入波，當時其實維爾港處於一個收窄咗嘅5-4-1狀態，古斯道正正把握到2位中場中球員和達斯以及奧祖身後嘅空位，現身接應傳送之後，再靈機一觸用後腳揾到祖奧帕杜，然後再即刻加速去右手邊做 overlap， 令到祖奧帕杜可以舒服咁交到個波俾佢，間接令到對方球員擺烏龍。呢個做法並唔係偶然性，古斯道今場波係有心喺奧祖以及和達斯2位中場之間攞波，而佢呢一種靈活性，亦都令到維爾港嘅一眾中場係完全跟唔到。而事實上，我哋都可以留意得到，今場波車路士最致命嘅進攻基本上都係嚟自右路。車路士去到下半場入嘅第4球波，係嚟自一次角球攻勢之後，然後古斯道喺右手邊嘅位置傳中，揾到留喺禁區入面嘅艾迪拿拜奧。而古斯道今場波喺右路並唔係盲目咁傳中，佢會經常同翼鋒球員去做一啲交叉走位，
適當嘅時候去互換位置，引開對方防守球員嘅注意。至於隊長爬馬，今場波雖然名義上係一個進攻中場，咁但係實際咧佢都會不斷向左右移動，更加似係一個自由人。從佢嘅 heat map 圖可見，佢喺前場嘅唔同位置咧都會參與進攻。而當面對密集嗰陣，爬馬咧經常都會拉去右手邊，同尼圖、古斯道形成一個進攻三角。呢一樣咧都係車路士進攻最大威脅嘅地方。相反左手邊，由於艾斯迪華奧同埋尼圖最佳位置都唔係左翼，喺左手邊嘅活動咧明顯受到限制。羅斯尼亞喺上半場咧就將艾斯迪華奧放喺左手邊，咁但係佢嘅參與度咧就偏低，又冇得 cut in 入中間起腳。而去到下半場，羅斯尼亞咧都終於將艾斯迪華奧擺翻喺右手邊，呢位巴西球員嘅表現咧就即刻亮眼好多。佢喺下半場出到嚟咧就即刻有2次喺右手邊用左腳起腳，咁不過可惜咧都係中柱彈出。咁但係我哋都可以見到咧，佢喺下半場即刻可以主導翻個進攻，而且佢嘅走位咧都非常之靈活，好容易就能夠配合到隊友嘅傳送。咁所以如果俾我揀的話，今場波咧我就會喺正選嘅時候咧將加拿祖放喺左手邊，右邊就出艾斯迪華奧。尤其是係帕杜尼圖今場波嘅表現都比較淡靜，雖然佢有一個助攻，但喺運動戰嘅發揮咧依然係未算理想。踢咗60分鐘嘅情況底下，喺傳中上咧都冇揾到隊友，更加只係錄得咗1次嘅成功盤扭。可以見到當面對密集嘅時候，帕杜尼圖嘅發揮咧都會受到限制。相反，加拿祖後備上陣踢咗30分鐘左右，除咗自己搏到12碼之外，拼勁亦都足夠。照計呢場波咧對住維爾港咧就應該可以俾佢打正選。好啦，咁喺度咧都想同大家講下今場波冇咗安素費南迪斯，對於車路士整體嘅組織咧又產生咗啲咩變化？一般嚟講，安素費南迪斯喺度嗰陣，佢喺進攻咧都會企喺左或者右邊嘅進攻中場位置。而今場波冇咗佢呢一個角色咧，就變咗古斯道去做。而古斯道咧就唔會好似安素費南迪斯咁多去攞波組織，佢主要嘅工作咧都係用走位去創造機會。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會令到爬馬嘅控球權咧都會多咗。之前咧都有唔少人討論過，安素費南迪斯同埋爬馬一齊上陣嗰陣，爬馬喺進攻嘅參與度咧係會下降咗。而今場波我哋都見到，當車路士喺中後場用波嗰陣，例如係山道士、拉維亞、亞迪拿拜奧，都會經常地尋找爬馬，希望利用佢喺中間轉身，然後再直接推前揾祖奧柏度。咁不過我哋見到維爾港都會用2至3位球員去睇實爬馬，每次爬馬背身攞波嗰陣，都會面臨住極大嘅壓力。咁所以今場波俾佢製造到威脅嘅機會呢，其實都唔係好多。今場波佢踢咗60分鐘，亦都只係創造咗2次嘅機會。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冇咗安素費南迪斯，爬馬嘅表現呢亦都唔會有明顯嘅提升，亦都反映得出爬馬今季嘅狀態一般，同呢一點呢係冇關係嘅。重點係佢不斷受到對方嚴密看管嘅情況下，而自己嘅靈活性亦都因為一直受到傷患困擾而減低咗。呢一樣先係佢今季一直面臨緊嘅難處。至於冇咗安素費南迪斯，山道士同埋拉維亞今場嘅表現又如何呢？山道士整場波嘅參與度咧都係高嘅，最明顯就係一個後上嘅角球頭槌入波。而除咗呢一個入波之外，佢喺中場控制節奏，做一啲短傳亦都繼續維持到水準。再一次見到佢喺對住下游球隊嗰陣，要成為車路士嘅正選中場係綽綽有餘。加上對方嘅壓迫，進攻能力亦都唔強，令到佢喺防守上受到嘅壓力都唔大，可以專心做中場組織嘅工作。不過要留意嘅位係，山道士同埋拉維亞同場上陣，似乎令到後者嘅表現都受到限制。兩位喺中場嘅角色係有一定嘅相同之處，佢哋都偏向係負責做後防同埋進攻中場之間嘅一個連結，中意主動現身攞波，再做一啲好短嘅傳送。分別就係在於拉維亞比較喜歡推進上前場，而山道士就比較少推波向前。但佢本身嘅位置咧都係傾向比拉維亞更加接近對方禁區，較容易可以製造到一啲致命傳送。就例如係第2個入波，都係靠佢插個波入去俾禁區入面嘅帕杜尼圖。只不過兩位都需要大量球權先能夠發揮到作用。我哋明顯見到山道士今場波嘅球權係比起拉維亞多，令到後者嘅參與度反而偏低，主要做一啲簡單嘅短傳。咁呢樣呢，我就覺得有少少可惜。始終拉維亞嘅質素呢，就唔單止係做呢一啲嘢，佢有能力喺組織嘅時候參與更多。呢一點呢，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反對。咁所以羅斯尼亞要關注嘅位係，如果兩位同場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兩者都能夠發揮到出色嘅表現呢？角色上嘅分配又可唔可以更加清晰呢？總括嚟睇，我哋可以見到車路士呢場7-0嘅大勝背後，除咗睇到兩隊波嘅質素分野之外，其實比賽嘅細節亦都有唔少值得關注嘅地方。車路士雖然贏得輕鬆，咁但亦都因為係做啱咗一啲嘢先能夠取得到勝利。而整體上我自己都滿意車路士今場波嘅精神面貌。
至少見到經過國際賽之後，球員嘅面上咧都顯示翻真正決心，喺比賽初段咧就已經入到局，領先咗之後咧亦都冇放軟手腳，希望取得更加多入球去振奮軍心，呢一啲都係好正面嘅嘢嚟嘅。而我哋作為球迷都好開心，見到自家青訓產品麥昆係一隊地標上陣，後備上陣為球隊踢咗12分鐘。雖然落到嚟之後，俾佢顯示實力嘅機會咧就唔算好多，咁但係至少踢右翼嘅時候，亦都有嘗試落底線出下波。對於佢嚟講咧，都算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同時亦都可以為球迷留下咗一個好嘅印象。期望之後可以有更加多機會見到呢位17歲嘅年輕球員。而順利晉級入4強之後，我哋將會喺4月25號去到溫布萊同列斯聯爭入決賽。去到呢一刻，我哋都只係剩翻足總杯冠軍可以去爭。咁所以我好希望咧，球員可以盡力踢好呢一場波，嘗試殺入決賽。至於羅斯尼亞方面，經過咗今場波嘅大勝之後，相信佢都能夠暫時鬆一口氣，至少可以帶領球隊殺入足總杯4強，兼且終止球隊4連敗嘅走勢。咁但係當然佢亦都未能夠怠慢，事關我哋喺嚟緊嘅星期日就需要喺英超作客最近狀態大勇嘅曼城。呢一場比賽對於車路士嚟講呢，先係真正嘅考驗。羅斯尼亞點樣可以將呢一場勝利帶嚟嘅士氣延續去到下一場對住曼城呢？呢一點將會係相當之關鍵。希望有一個星期嘅準備時間，可以令到羅斯尼亞有一個好嘅戰術安排，令到一眾球員可以喺場上度發揮到最佳嘅水準。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你哋又認為呢一場嘅大勝入面呢，有啲咩參考價值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話呢，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